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葡萄变成了葡萄干啊！娘娘，娘，玉离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娘娘，是我呀，我是绿篱呀。娘娘，您在闻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宝贝儿啊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闻到人味儿了，我似乎看到了春天万物复苏的样子。要不是我，你还见不到娘娘呢。没有你，我自会跟上面请求批准，然后我自己雇一辆马车。没了你，我这一路上还能清静点儿。我不是做个顺水人情才带你过来的吗？我承认我是想来，但是你不是也一直求着我跟你一块儿来吗？是，小姑奶奶，是我求着你的。什么情况？你对他动了春心？娘娘，几天前皇上在奉天殿登基，紧接着就令奴才来接娘娘回圣都了。皇上还特意叮嘱，让奴才一路上小心伺候娘娘。奴才怕有闪失，就把绿篱给带过来了。新皇登基？是呀，娘娘，谁都没有想到先皇一夜之间就暴毙身亡了。奴婢足足哭了1个晚上呢。你说这人怎么就这么脆弱呀？这先皇怎么能说驾崩就驾崩了呢？先皇驾崩了？可不是嘛。九王接旨。敢问公公，是接的谁的旨啊？当然是皇上的旨了。九王殿下，跪下领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九王齐汉于江北救太子妃有功，赏白银1000两，良田100亩，官职加升1品，革去原有一切职务，改司内务主管一职。即日起，九王府监禁解除，钦此。九王殿下。那奴才就告退了。谢圣上恩典。奴才是来宣旨的，不能陪您喝酒。你不喝，我就不听。喝不喝？这不是为难奴才吗？大王太调戏我。调戏你？找找你什么样？你来干什么？是来看我的笑话？要杀要剐随你便。我是来看你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的。成何体统？我知道我自己实力就不多了，所以我趁着现在我自由，我潇洒，管不着我。谁告诉你你会死？庸人自扰。还是先听旨吧。我不听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赵王因误信贼人之言，致使众多皇室贵胄被困江北，当判死罪。
当今圣上念其手足之情，免其死罪，免其一切官职，留其王位与宅院。留其王位与宅院。我呸！青子，我敬你个头啊！你以为你不杀我就会感激你？我呸！你这是诛心，你杀了我更狠！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朕的用心。我不明白，我永远不会明